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出席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成立55周年庆典；外交与新闻部在日本举办驻外办事处年度会议及培训活动；驻北美办事处在翠贝卡电影节期间放映电影《昆仑》；驻台湾办事处与台湾佛教团体在台北举办佛诞西藏宗教文化艺术节；印南孟哥德藏人社区足球队夺得第30届至尊母亲杯足球联赛冠军；西藏前政治犯嘉阳净巴在瑞士苏黎世参加演讲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设立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于本周三6月11号在西藏大夏会议厅举办成立55周年庆典。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发次人出席庆典并担任主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担任特别嘉宾。其他出席庆典的嘉宾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前宗教部长第11世噶尔登仁波切、首席大法官易西汪姆、副议长卓玛次仁、安全部长加日卓玛、法官达瓦普吉、选举委员会主席洛桑易西、公务员选任委员会主席甘玛易西、审计长扎西多杰和多名议员，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秘书长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司政和议长在庆典上致辞时，祝贺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成立55周年，并高度评价了该馆在保存西藏文化、藏文典籍和手稿方面的卓越成就，尤其是在宗教与世俗事务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此外，在第9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在日本东京圆满结束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长诺增卓玛于上周五6月6号在东京主持了为期2天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年度会议，13名驻外办事处的代表及协调员参加。随后，同一团队还接受了为期2天的礼宾培训。在会议上，诺增卓玛部长高度评价驻外代表们在全球推动西藏自由事业方面的辛勤付出，并强调针对国际社会、中国民众和藏人3大核心受众开展战略外交的重要性。而随后举行的礼宾培训活动，由国际礼仪组织的高级专家马克·费尔霍与马利斯主持，内容涵盖国际礼仪标准、跨文化沟通、高级访问管理及战略外交等方面。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与国际深远西藏运动联合于上周五6月6号在翠贝卡电影节期间，在纽约举办了电影《昆仑》的特别放映会。该片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出席并发表讲话，他向达赖喇嘛尊者致以90岁华诞的祝福，并回忆起电影《昆仑》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与会嘉宾包括已故编剧梅丽莎·马西森的家人、理查德·基尔之子景美基尔，以及多名藏人演员等，共480人到场参与。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哲蓬丹增郎杰、达南基金会创始人、喜得和平研究中心主任喇嘛次汪仁波切、前驻北美代表仁钦达洛也作为嘉宾出席。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丹曲嘉措在活动上表示，依据嘎夏将2025年7月至2026年7月定为国际慈悲年，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的倡议。此次放映活动旨在通过电影将尊者的慈悲信息传达给国际社会。此外，在藏历萨嘎达瓦月15日释迦牟尼佛诞生、成道与涅槃3大盛事同日圆满的殊胜节日之际，首届台湾萨嘎达瓦佛诞西藏宗教文化艺术节于本周三6月11号在台北隆重登场。本届艺术节由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
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与台湾国际藏传法脉总会共同主办，玄奘大学藏传佛教研究中心与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联合协办。该活动呈现了一场融合法教弘扬、文化展演与和平祈愿的宗教文化艺术节，并展现台湾对藏传佛教的深厚敬意与在地文化的融合成果。藏传佛教格鲁派夏巴曲杰仁波切与功德林达察仁波切、萨迦派开钦昆丘嘉措仁波切、直贡噶举派开钦尼玛江琛仁波切出席活动，并分别就佛陀三密的意义与佛法与当代社会的实践进行开示。艺术节现场设有丰富多元的西藏文化展演与生活体验、金刚舞、西藏传统音乐演唱、藏文书法展示、朵玛制作教学、酥油茶与藏式点心试吃等，让民众近距离体验藏传文化的深邃与温度。主办方还在现场搭建藏式帐篷，展示佛像、坛城绘制、古老唐卡、护法贡品与手工艺术品，展现藏文化艺术与佛教精神并重的深度内涵。透过艺术与仪式的结合，让民众近距离感受雪域文化的灵性力量。与此同时，第30届至尊母亲杯足球联赛于本周三6月11号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印南孟哥德藏人社区的足球队在决赛中以3-1战胜贝勒库北的足球队，成功夺冠。本届至尊母亲杯足球联赛的决赛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的足球场举行。冈格拉县副专员赫姆拉吉贝尔瓦出席并担任主宾，拉达克足球协会秘书长次仁汪姆担任特别嘉宾。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平措多杰于上周日6月8号陪同西藏前政治犯嘉扬敬巴，在苏里市出席了由欧洲藏人青年会组织的一场演讲活动。2008年4月9号，在西藏安多拉布冷寺前与各国记者面前勇敢表达诉求的15名僧人之一的嘉扬敬巴，在演讲活动上向与会藏人和支持者讲述了17年前他在国际记者面前勇敢表达诉求后遭中国政府关押判刑的往事，以及近年来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和紧张局势。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